对于很多放款业者，我没有办法在很快的时间里面跟大家清偿哈，先跟大家说的对不起哈。这2天有一些报道，可能需要跟大家当面解释一下。关于那个第一篇啊，有时候我在那个我的 FB 发表的那个文章，很多人解读说啊，可能是撑不过去啊，什么什么什么的。事实上那一天我是在台东一个活动的晚上，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面是有一点点失落的感觉，所以因为在这2个礼拜，这2个月在清偿的过程当中，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，绝对不会想不开哈，大家不用担心，因为很多好朋友的关怀啊，你怎么的，你一定要好好的啊，包括很多朋友说你私底下有没有缺钱呐、我要汇多少给你钱，这些我都一并跟大家感谢。那最主要是对于很多放款业者，我没有办法在很快的时间里面跟大家清偿哈，先跟大家说的对不起。第二个是很多亲朋好友这一部分也是我蛮不好意思的地方，是因为他们汇钱来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的单据，没有开什么样的字据，包括借据、包括本票，通通都没有。但是他们把钱汇来了，然后时间到了也没有照时间还给人家。虽然大家没有催促，我心里面总是过意不去。可是我发现这3个节目的月收入来算的话，对还债来讲，恐怕要很久很久都还不完。所以现在我必须要希望各位公司的老板啊，或者有任何表演的邀约，或者是任何通告，我都愿意。我用最快的速度来赚钱，然后来偿还这些债务，真的会来努力赚钱来还给大家。经过这一浪之后，我发现了整个所谓钱庄的结构，所以这2个月我写好了一个剧本，片名就叫3点半。我现在说要拍电影，大家一定会觉得说一些笑哎，因为电影因为在做这些事情而产生了这么多的问题，为什么还要拍？3点半是一个让年轻人，我想让年轻人了解，在将来出社会的时候，其实对钱财的管理要非常的小心。也就是我整个这2年来所有的经历，把它写在里面。最终还是希望所有的债权人能够相信我，债务就在那边，它不会不见，我人也在，也不会跑掉。我一定会努力的赚钱，然后请大家也谢谢大家肯等我，我会加快速度。虽然已经64岁了哈，我尽快用几年的时间内把这些东西给处理完。